国教院有做一份的调查，发现即马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国中老师有甲 AI 加入课程。调查也发现讲，有70%的国中生有使用过 AI，逐工拢会使用的有7%遐济。科技进步 ，AI 是趋势。国教院和中研院有一份调查显示，国中生知影 AI 的人有94%，有使用 AI 的有70%，每工拢使用的有7%。也若目前嘛有超过50%的学校老师有将 AI 加入课程。课本上面的举例就是比较单一，那我就会让他们就是一个部分是我自己去生成，然后让他们去看啊；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会让他们去下指令，然后去生成文本这样子。然后因为这个文本如果要他们从头到尾写的话，其实是会蛮花时间的，所以就会让他们用 AI 的方式来生成。虽然讲已经有一半以上的老师甲 AI 加入课程，但国教院认为也是无够普遍，建议要提悬比例。透过学校教 AI， 互学生使用 AI， 毋若干仔算，毋是 AI 讲啥就信啥，应该要教国中生安怎正确使用 AI。所以我们会希望老师们就在 AI 上面教学上面去着重这一块，其实也是很重要一块，就是要教他们去辨别他们所查到的这些资讯，要怎么样有效率的查到他想要的资讯。国教院讲，教育部最近拢一直咧鼓励老师运用 AI 来上课教学生，希望未来会当愈来愈普遍。教学生囡仔利用 AI 来提悬做事的效率，嘛会当分辨 AI 造出来的资讯敢是对的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